后来今年的梅雨季提早来结束，热天阁无做风台，水库是严重来欠水。经济部长王美花今仔日主持中央旱灾应变中心的会议，伫个会中来确定嘉南地区明年一季的稻作停止灌溉。那你嘉南地区的现在水库的存水量只有1.7亿吨哈，那如果我们公灌，光公灌就要2.3亿吨。 所以全部拿去公灌都不够用哈，那所以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民生的用水就完全没有办法应付了哈。那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得已的决定啦。后来这个嘉南平原确定停止灌溉，因为水情严重，所以应变中心嘛请卫福部提出着具体做法，要安怎来节省水，阁会当来防疫。 有关停止灌溉，将会补偿农民每公顷按算要来补助93000块。